點解我會堅持推廣潛意識？答案藏喺中學嘅女更衣室。我細個嘅時候，父母重男輕女，家庭氣氛係有啲冷暴力，所以當時我有社恐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。直到中學，我識到一個好朋友，記得中二開學嘅時候，我驚到係匿埋喺女更衣室唔敢出嚟。佢發現咗我，笑住向我伸出手，同我講：點解你喺度嘅？一齊出去啦！嗰一刻，我感受到自己被接納，呢段友誼成為咗我生命中好重要嘅支柱。多年之後，佢做咗會計師，人工高，買咗樓，仲準備結婚。但係佢突然之間同我講：我好唔開心，我有抑鬱症。當時我唔明，佢咩都有，點解仲會唔開心呢？直到有一日，我 WhatsApp 佢，佢冇覆。第二日，我就喺 Facebook 見到佢家姐嘅 message， 話佢自殺過咗身。嗰一刻，我係好愕然，好心痛，好自責。如果我當時多啲理解佢，陪伴佢，佢會唔會仲喺度呢？中學嘅時候，佢將我從更衣室拉咗出嚟，但係10年之後，我卻冇將佢由深淵拉返嚟。為咗解開呢個心結，我開始學習心理學，我越學越深入，直到接觸到潛意識。原來我哋好多嘅行為、情緒、痛苦，都係源於潛意識嘅編程。如果你都試過覺得我唔值得，喺人前笑，人後崩潰，呢啲其實都唔係軟弱，而係潛意識嘅系統錯誤。我哋無法改變過去，但係可以重寫程式，改變現在。而當我開始調整自己嘅潛意識，我慢慢走返出陰霾，揾到屬於自己嘅人生方向。而最重要嘅係，我而家擁有自己熱愛嘅事業。我堅信，當你理解自己嘅潛意識，你會揾到人生嘅目標同埋答案。如果你仲喺迷霧之中，請記住，你唔係一個人，人生要由自己創造意義，為咗你自己，更加為咗愛你嘅人。